最大嘅感想就係我行到咯，即係我行到唔會痛咯。我係叫咪咪，好多朋友都係咁稱呼我嘅。我咧係由膝頭哥痛症，上年嘅11月開始痛噶啦。我係有一次咧係喺街度跌親，因為佢又痛，我又冇力，上唔到樓級，要扶住嘅。跟住咧我就去睇鐵打，咁都睇咗成2-3個月啦，一直都冇好轉到。針灸針完嗰日，可能1-2日係冇事嘅，跟住又係會痛咯，都係痛到瞓唔到啊。咁每晚都要食止痛藥瞓覺咯。我唔食止痛藥，我會痛醒咯。瞓唔着覺嘅人會比較敏陣啲嘅，即係瞓得唔好，精神唔好。因為我朋友喺機能再生醫好咗，所以佢介紹我嚟機能再生。佢可以行咯，佢可以去旅行咯。第一次嚟到咧，首先了解下我情況，跟住就做咗1個療程嘅，都覺得舒服嘅。我肌肉好實嘅下腿，真係實得嘅，而家係鬆晒咯。而家我唔使食止痛藥都可以瞓到咯。我可以煮到1餐飯，用10分為滿分咧，我會俾機能再生有8分。身邊嘅朋友都有痛症，我都會介紹佢嚟機能再生。M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